日 BW Design Centre 帶大家走入位於元朗嘅佛教榮恩小學，係一間活動多元化、希望發掘學生潛能嘅學校。為咗提供更優質嘅學習環境 ，BW Design Centre 應校方要求將禮堂全面翻新，體現我哋品牌優化、升級轉型嘅核心宗旨。呢個項目嘅核心挑戰係極其緊迫嘅1個月工期。為咗確保學生喺新學年開學前擁有更優質嘅禮堂環境，我哋必須精準地掌握每一個環節。BW Design Centre 運用 Asana 項目管理平台，令設計師、工地總管同項目管理可以溝通無阻。工程前期，項目經理、設計師、校長同老師充分溝通了解學校主題。牆身不但配合學校創新簡約嘅風格，仲選擇耐用物料，打造全新佛教學校禮堂。施工過程入面，項目管理經理會同校方開每週例會，並附上每週工程進度報告。所有工程項目每星期報告進度，會有相片同文件作工作記錄同簽名確定，令校方可以掌握工程進度。學校致力發展學生英文話劇才能，所以今次禮堂嘅設計，我哋唔單止要體現學校嘅佛教主題，仲要提升禮堂嘅功能性。設計嘅核心係將佛壇作為整個禮堂嘅中軸線，牆身飾面以佛像作中心對稱佈局，精準地體現咗佛教平衡同和諧嘅理念。為配合學校創新簡約嘅風格，我哋選用咗帶有禪意、平靜沉穩嘅淺木色吸音板，刻上以萬字為造型嘅圖案，令牆身唔單調，亦都具有減少回音嘅性能。喺功能上，我哋將佛台深度縮小一半，為學生話劇表演提供更多空間，並喺舞台上設置咗 LED 屏幕，令話劇字幕可以清晰顯示。此外，加大舞台位置，將鋼琴擺位升高，令台下觀眾能欣賞到學生嘅鋼琴演奏。為加強整體整潔感，巧妙地將原有嘅牆身喉管同消防轆等收藏喺牆身同櫃內，減少凌亂，亦都方便清潔。而新增嘅 AV 控制室就採用轉角單層玻璃設計，更方便技術人員能從後方支援舞台表演。以上設計由 BW Design Centre 提供，商業設計工程請聯絡我哋啊！